咩話？車仔又買中場，會唔會多得滯呢？車仔嘅9號魔咒，9號魔咒，唔通又要開啟呢一個9號魔咒？癲唔癲㗎？你哋究竟知唔知歷史上車仔最強嘅9號係邊位？知唔知？知唔知？知唔知？Hello， 又係我 Kiki， 又到咗1年1度嘅夏季轉會窗各大球會大殺必經嘅大賽。大家仲記唔記得上一年嘅轉會窗我車嘅呢個大殺別嘅操作，簡直就係遙遙領先啦，令到我哋車迷喺上個賽季一直俾人哋嘲笑我哋呢台車開嘅係印度火車。But 唔緊要，因為我哋睇嘅係成績。上個賽季車仔嘅成績咧，本人係滿意嘅。而今個夏季轉會窗一開，車仔第一單嘅交易就使咗大約2500萬嘅歐元買咗呢一位葡萄牙嘅中場，年僅20歲，叫做 Dario Assogo， 一簽就簽8年。咩話？仲着咗 Felix 嘅14號？其實我幾中意 Felix 嘅，但係偏偏 Felix 你嘅生涯又咁坎坷。OK， 我哋一齊睇睇 Assogo 嘅風格同埋佢個技能。中後腰嘅定位，擅長於閱讀戰術攔截，防守嘅覆蓋，咁即係話四肢發達嘅同時有大路上場嘅防守型中場。而接棒嘅呢，我真係好需要呢一個防守嘅呢。然之後必殺嘅係經常中斷對手嘅傳波線路，同時並挑戰空中球權。空中球權我車都好需要。上個賽季車仔嘅角球嗰個球權率真係低到咧，知道角球對一支球隊嗰個攞分嗰個機率有幾大先得。當係有角球你可以攞到呢個空中球權嘅優勢，就等同於唔知，好難講。OK 嗱，好明顯咧，佢哋車仔嘅定位就係 Caicedo 同埋 Lavia 嘅輪換啦，而且我會覺得佢下個賽季個出場嘅次數應該會同拉維亞差唔多，因為按照車仔我哋下個賽季要踢歐冠啊嘛，係咪 ？Maybe 佢同拉維亞可能一個踢歐冠線，一個踢英超，亦都係一個唔錯嘅安排。OK， 睇完佢嘅定位同埋技能，我哋睇一睇佢有啲咩威水史。年紀輕輕16歲就成為葡超最年輕嘅一線球員，以及歐冠嘅首發球員。另外嗱，有大路嘅同時咧，唔代表佢個好聽啲就叫做等我包裝下先。好聽啲就叫做有翻少少性格，唔好聽咧，即係話個脾氣咧就唔係幾好嘢嘅。因為咧喺2005年嘅1月24號起，佢對陣呢一個奧沙辛拿嘅比賽入面，因為2黃而1紅就被停啦，被罰落嚟啦。結果喺罰落嚟嘅過程當中咧，佢就對住個裁判度好諷刺咁喺度拍手掌，結果就一下子就停賽3場啦。年輕人啊，年輕人，冷靜啲 OK， 呢啲傻事咧真係再多幾單，球迷我哋真係好難承受嘅，知唔知呀？因為上個賽季積信豬都有呢一啲咁嘅操作，我都已經嬲到依家。係喎，講起積信豬嗱，一講起積信豬咧，你嘅中鋒咧就受到威脅啦。因為我車終於簽咗一個尚算靚仔嘅中鋒。嗱，我知道大家肯定會覺得我一講靚仔，你哋肯定會覺得我膚淺嘅。冇錯，作為一個膚淺嘅人類，再加上我車真係好缺靚仔，知唔知？自從蒙特去咗曼聯啦，加拉加又走咗去咗馬競啦，之後我嘅左邊，趙維爾。冇錯，趙維爾又去咗水晶宮之後，我車真係冇邊一個球員喺顏值方面可以挑起呢一個大梁嘅，明唔明啊 ？OK， 我哋翻嚟睇一睇呢一位新加盟嘅中鋒 Liam Delap， 轉會費3580萬歐元，身穿9號，唔好講咁多，馬上祈禱先。千祈呢個魔咒，千祈唔好啟動啊！打咩哦 ？OK， 我哋嚟睇一睇車路士歷史上有幾多個9號嘅中鋒，而成功嘅9號又有幾多個？
從1990年代至今，車路士一共有15位着過9號波衫嘅中鋒。咁由於考慮到條影片嘅時長嘅關係啦，我哋淨係講成功嘅案例，名額有限，只得2個。第一位就係 Hasselbaink， 第二位就係 Torres。我知道啦，大家可能會對於 Torres 是否成功呢一個好有爭議，但係唔緊要嘅，我好尊重大家嘅睇法。But Torres 喺我心目中，佢永遠都係車路士最優秀嘅9號。OK， 嗱，我哋翻嚟講翻呢一個 Hasselbaink 喺呢個車路士嘅生涯入面，一個9號位置究竟有幾咁成功？可能對於有啲朋友仔嚟講會有少少陌生，因為佢係喺阿布時期之前嘅球員。其實我都唔係好熟悉啦，我都係需要做資料嘅。OK， 佢效力車路士嘅時間喺2000年到2004年，咁佢出場嘅次數 total 咧係有177場，然之後佢嘅總入波數咧就有87個。當時喺0001賽季，佢搭配蘇拿嘅呢一個雙人鋒線咧表現就十分之出色。Nice。當個賽季入咗23個波，仲攞咗呢一個英超金靴獎添。跟住喺0001賽季，佢又同辜莊成搭檔呢一個雙前鋒啦。Veron's given the ball away cheaply, and Hasselbaink to Gudjohnsen. Hasselbaink supporting his fellow striker, staying onside in the process. Studying this and seeing Gudjohnsen in. Is it going to be 3-0? It is. 當時係被譽為英超最平衡嘅雙前鋒組合之一。我哋用一句話嚟總結 Hasselbaink 佢嘅必殺技就係爆發力極強嘅直射同埋無限可擊嘅遠射。放喺今時今日咁嘅類型嘅中鋒，真係好似嚇，聽好啊，係好似冇㗎咯喎。如果大家覺得目前依家仲有其他嘅中鋒嗰種風格類型會同 Hasselbaink 有啲似嘅話咧，亦都可以留言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嘅。但係我敢肯定話你知，車路士到目前為止係冇任何一個9號啊係可以超越得到佢嘅。咁直到03-04賽季啦，阿布嘅咁樣 Hasselbaink 佢就完美謝幕啦。咁至於 Torres 咯，嗱，雖然佢喺個整體嘅表現咧就唔係好穩定嘅，但係喺一啲關鍵嘅場數咧，佢就發揮佢一個關鍵嘅作用。咁唔需要我多講啦嚇，明嘅都明嘅。嚟，我哋講翻今次嘅主角9號 Leon Della，20年首數對戰呢個班尼茅夫就入咗人生第一個職業入波，哇！真係可喜可賀。只不過從此就過上咗呢一個租借嘅生涯啦，直到去到熱刺域治，哇！成個人簡直就係脫胎換骨。唉，講起熱刺域治，上個賽季車仔對戰熱刺域治真係未贏過，主場打平，作客輸2個波。而喺作客呢一場 Della 佢嘅表現係1入波1助攻，成為當場最佳球員。嗱，其實大家咧都知道馬利斯加佢買 Della 嗰個如意算盤打喺邊噶啦，因為 Della 同埋彭馬咧，大家都係喺曼城嘅青訓出嚟嘅，所以嗰個默契咧就真係無懈可擊嘅咧。嗱，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嘅影片咧，我有講過話我最中意車仔嘅金三角係 JPM， 但係今個賽季我更加之期待嘅就係 DPM。有咗 Della， 我覺得下個賽季車仔呢條進攻線咧有望啦，有望啦。嗱，可能有好多朋友仔咧就會攞佢同積遜比啦，但係我覺得兩個應該冇乜可比性，因為兩個嗰種風格唔一樣。佢咧就比較偏向一啲傳統型嘅9號，但係佢又未去到話好似 Hasselbaink 佢嘅嗰種咁傳統，佢又有可以兼顧一下依家現代嘅嗰種靈活性。嗱，至於積遜 GG 咧，佢就係偏現代型靈活性嘅抽象派中鋒，抽象。因為佢依家仲未夠穩定嘅，所以有時會就抽地咁樣啦。但係唔緊要嘅，佢只要下個賽季，其實佢上個賽季表現都唔差嘅，就有少少卡起年少嗰種沉住氣啊，再加翻少少努力，即係起腳嘅角度啊、位置啊、timing 啊，同我捉翻準少少應該啦。其實咧，我理想配置咧係希望Della 同埋積遜咧，一個就主力踢歐冠，一個就主力踢英超咁樣嘅。咦，等陣先，
冇可能話兩個分開咁樣踢主力。咁個主力突然間個輪換嘅話，咁不論英超定話係歐冠，個中鋒嘅位置嘅輪換就只係得積遜同埋 Dela 咯喎。因為你昆庫，我哋唔好講佢，我對佢真係唔抱咩希望。嗱，依家目前車仔，你哋唔好睇車仔，好似嗰個陣營好似好多啊，唔係好多，唔係好似，而係車仔個陣營好多人，但係實際俾到車迷嘅嗰個安全感咧，始終冇乜安全感。主要係條防線，因為條防線咧冇人擔大旗啊。嗱，目前咁樣睇，下個賽季車仔有咁忙啦，係咪？單憑酷一個去踢兩大聯賽咁嘅話，佢個身體就好容易出現問題噶啦。而James Baby 佢嘅身體本身就已經好脆弱噶，特別係佢嘅大腿後肌。我最希望車仔下個賽季係可以買多兩個資歷比較深、雄厚、有 leader 風範嘅中後衞，唔好再買弟弟啦。但係結果喺我拍呢條片嘅呢一刻，車仔又簽咗一個19歲嘅中後衞，19歲，卜卜脆。好羨慕！突然間我真係好羨慕利物浦嗰條後防線，有佢哋嘅 leader 雲迪克嘅助陣，真係睇得又打得。等陣先，冷靜，未開賽唔可以咁單嘅。呢個轉會窗仲有咁長，祈求揾一隻黑馬入住車仔嘅後防。好啦，呢條影片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可以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咧。再見，拜。搞笑啊！